2025年台北国际册展总统赖清德的推荐名单，30本册内底有3本的台文册，加5本的台湾漫画。入选的出版社表示，要做台文册，唔拿编辑的成本悬，上界烦恼的就是市场反应。有赖总统的推荐，嘛希望会当带动买气，让愈侪人会当看到台湾优秀的作品。轰隆，只感觉一排搁一排的彩印。 前几天总统来说台北国际册展的时，用台语读台湾经典电影《油麻菜籽》的同名小说。今年总统的推荐册单30本内底有3本台文册入选，包括散文《配胎囡仔的写书宴》、4集《你伫风中行来》和绘本《树啊凡世要会去》，佮有5本台湾红仔册，亲像有种木过树的小店等等。有出版社表示，这台文册台湾红仔册通入选总统册单，对因来讲是真大支持甲鼓励。台语是足水开的语言。 台文嘛足优美的，总统的鼓励，阮当然嘛是讲，感觉讲搁较有即个镜头啦。老总统即届伫咱的册展哦，其实经袂少台语的册，而且嘛看到讲真侪出版社拢陆续来投入台语台文的出版，我感觉这是真好的现象，因为咱会当看到总统毋但是会晓读，伊嘛会晓念，所以看台文册这件代志可能无大家想的遮尔困难。 除了台语和文书相关的册，总统嘛选到这几年在国内外卖甲真好的台湾红仔册，引起真侪网友的讨论。亲像 BL 的 Day Off、女性议题的3个无结婚的女人等等。本身伫咧经营出版社，嘛是文化研究的学者刘定光肯定总统真有眼光，伊嘛认为对红仔册入门来了解台湾文书，也是各种议题是真好的方式。我们刚被删了很多预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需要大家各自的努力，再把台湾这些很优秀的东西再推出去。那其实赖总统的这个贴文一发出之后，我觉得对于这个台漫主题或是台湾社会文史的这样子的主题的推广，其实非常的有帮助。 有出版社表示，虽然台文册的出版成本悬，嘛比出华文册较费气，不过加在这几年有文化部补助台语台湾文学的出版，加上台文册市场反应未比华文册较输，出版社嘛希望总统的推荐册单出来以后，通进一步带动台文册和台湾红仔册的买气，让愈侪人看到台湾优秀的作品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